新城要你問答。問答一：你無論是生是死，唯一的安慰是什麼？答：我無論是生是死，身體靈魂皆非己有，而是屬於我信實的救主耶穌基督。問答二：上帝是怎樣的？答：上帝是萬有的創造主和護理者，他是亙古常在的，無始無終的，他的權能和完美，他的良善和榮耀，他的智慧、公義和真理永不改變。問答三：上帝有幾個位格？答：獨一真實永活的上帝有三個位格，聖父、聖子和聖靈，這三個位格同質、同權又同榮。問答四：上帝是怎樣造人的？目的是什麼？答：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，為了讓我們認識他、愛他、與他同住，並榮耀他。我們為上帝所造，理應活出他的榮耀。